刷到呢條視頻嘅朋友咧，今日直接慳低成50-60萬啊！拱北口岸嘅全新住宅啊，依家推出咗一批特價單位筍盤啊，30零萬咧，你就可以做業主啦。係拱北正中心位置啊！咁喺呢度行路翻屋企咧，就係10分鐘嘅啫。嗱，事不宜遲，到底真定假咧？我哋跟住鏡頭去現場實地了解下。其實你住喺呢度咧，同埋你住喺澳門啊，可能真係冇乜分別啊！因為屋企樓下咧就係拱北嘅迎賓路啦，一個公交站嘅距離咧就到拱北關口啊！嗱，真係恭喜仲未喺拱北買樓嘅朋友，今日呢條視頻咧可以幫你哋慳低成幾十萬。嗱，點解咧？因為呢個拱北樓盤咧，早期啊仲係留翻未交樓嗰陣時咧，按照呢個95平方嘅3房2廁嘅單位啊，總價咧都要去到成300幾萬嘅。咁依家最平嗰套咧265萬，首期攞出30零萬咧，你就可以成為呢個單位嘅業主啦。全屋咧都係帶埋豪華裝修交樓嘅，使用率咧亦都係比較高，基本上係冇咩公攤嘅。咁係純正70年嘅住宅啦。咁呢套樓咧，佢唯一嘅缺點咧就係冇露台啊。咁但係咧，佢全屋咧配置咧亦都係比較高嘅。發展商咧仲幫你配好晒電動嘅晾衫架同埋乾衣機位噶啦。咁所以啊，我幾時都講啦，買樓係攞嚟享受，並唔係攞嚟難受嘅。咁仲喺拱北睇嗰啲又殘又舊二手樓嘅朋友咧，我勸你唔好睇啦，20-30年嘅樓齡。咁雖然話平係平100-200萬嘅總價，咁但係咧住落咧，你不如租就算啦。嘥呢啲錢啦，咁啊不如真係買翻套新樓自己嚟享受下。嗱，全屋咧都係帶埋帶金嘅中央冷氣啦，咁包括過道呢啲櫃咧全部做好晒嘅。約3-5知己朋友咧，呢個95平方嘅客廳啊，都有成5米闊嘅。咁就算你約埋一大班親戚朋友喺呢度咧，空間都唔會話顯得局促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實地現場了解下。Thank you。